好啦，咁啊而家企到去中間位置嘅發言人員咧就即刻開波。咁啊大家睇緊嘅呢一場咧就係平保杯第18屆佛山隊咧就雙方都有咧就係攔截落嚟啊，咁啊睇下邊個能夠將球波控得住先。咁啊啱啦，其實可以咧即係充分利用嗰個場地啦嚇，咁啊由左到右啊，咁將佢拉闊嚟打嘅話咧係尋求更多機會。畢竟即係你落完雨，其實你打咁多地面波其實冇用嘅，再分分鐘就造成機會㗎啦。嗱呢個波嚟咁啊轉咗一下，咁啊運動員咧亦都將個波喺個翻上個原點，咁啊俾傑志堡啊破壞翻去呢個界台，多啲高空波啦，咁啊其實咧係會有機會啦可以爭取。其實咧喺台灣三隊呢度啊，其實有個即係話，若然係一個11人場嘅比賽咧，通常都比較受關注啊，即係28號嘅門將張琪咁啊都冇走神嘅，因為呢啲波佢唔敢直接去接，拍得手，不如咧就換佢出去咧就係界外輸個角球俾你算數啦。好在呢個波咧其實就可以應該係靠佢嘅，但係呢個咧要將足啊，係啦呢個波咧亦都係未能睇到啊，起飛都漲，哇咁睇嚟傑志堡嘅後防咧好啊，咁呢個波亦都係到位啊。後面咧都係傑志堡嘅，佢話呢個波有啲意願啊，咪住波俾咗水柱住咗啊！完場啦，仲有10分鐘左右啦，竟然係失咗個咁嘅波。